是走太慢，只是太在意，每一步都想要有个确定。可是人生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，走着走着才会慢慢看清。你不是不够好，只是太用力，什么都想做到刚刚好才安心。但有些路本来就会有点歪，那也是你成长的轨迹。没关系，慢一点也可以，你已经走在对的路上，不是每一步都要完美，只要你没有停下，你会的只是还没到。别因为现在就怀疑，当你愿意再撑一下，答案就会慢慢靠近，慢慢靠近。有时候你也会想要放弃，觉得努力没有回应，但其实很多东西正在累积，只是还没让你看见而已。你走过的每一段不容易，都在帮你垫高自己，哪怕现在